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搁一遍组织阮进入你的圣会。阮伫遮特别恳求你，互阮的心神甲肉体，拢会当诚实尊敬你、服侍你。互你的性命大大得到荣耀。主啊，阮用诚实的祈祷来亲近你，恳求你拯救阮脱离灵性的冷淡、意念的分散，互阮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搁互阮会晓用虔诚的悔改来得到你的赦免甲恩惠。主啊，阮恳求你差遣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帮助阮，互阮甲你亲近交陪的过程中间，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去行。主，阮特别恳求你，甲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三甲之地。带领阮所做的工，透过阮手所做的工，帮助正信徒将所有的敬虔甲诚实表露出来，阮的敬拜当得到你的欢喜。亲爱的主，阮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常年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引带保守看顾，特别将属天的智慧赏赐予教会的牧者、长执、甲正当工，以及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去行。所推动的各项事工，真真正正会当荣耀你的性命，也会当利益伫众人。是阮的主，阮也特别为着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来向你恳求，恳求你亲自赐福看顾，互台湾的百姓会当脱离疫情的影响，开始过正常的生活，也互阮伫追求生活富裕的中间，会当谦卑认捌你，会当追求你所赏赐真实的公义、和平甲仁爱，伫阮这个国度。特别恳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伫无共款的葡萄园、无共款的区域咧服侍你的过程中间，荣光你的性命。做阮伫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依然充满真济冲突纷争，有战争伫阮的中间发生，有真济无辜的百姓因为战争的缘故来受到伤害。主，阮恳求你怜悯阮，恳求你伫这个过程中间介入掌权，亲自消灭侵略的力量。互所有想要用暴力来处理国甲国中间的关系的国家，拢会当失败。求主你亲自保守带领，恢复你所创造的美好。恳求主你保守，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变市中的特族啊，恁就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带礼物来入伊的院。咱同齐吟诗来阿罗上帝，圣诗171首，圣诗171首，圣徒自集主圣殿，请起立来吟。将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天父，原谅欢喜甲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圣殿，你用疼甲大气力创造阮每一个人，以及滋养阮活命的万米。通过自集敬拜，互阮甲主上帝你，阮活命的根源，搁一摆结连做伙。求主圣神光照阮的心，看见阮的软弱、压抑甲愚公。伫日常的生活中间，阮有时会当表现出是一个有信仰、有福音的人。有时，阮的罪人本性充分显露出来，
直到无法度见证你的名。主，你有看见阮的生活现实，甲福音理想中间有距离，阮实在是需要你的恩典来补足。求你清去阮的心，去做正直的神。每日想事做见证的气力，调整阮跟对你的脚步，无凌乱，无摇错。阮要为着乌克兰人民祈祷，因有人伫守护家园，有人被迫逃离故乡。求主赏赐勇气、智慧、平安，甲因同在。伫罗西亚有人站出来抗议无理由的出兵，求主继续借着更较侪的人发出公义、和平的声音。伫乌克兰边的一寡国家，因有疼心甲怜悯来接纳逃难的人，求主纪念因的疼心。随望伫战乱中，阮犹原深信你是万军的耶和华，是历史的主宰。世上全地的政府不时想要借着武力来完成因的野心，总是你要施展奇妙的作为，来压制经、斩断枪、放火烧战车，和战争拢煞，全地和平。听阮的上帝，今仔日阮用全心、全力、全意、全情来到你的面前，愿将礼拜交托伫你的手内，愿你接纳这一切。求你祝福牧师的讲道，互伊忠心传达你的教示，用你话名真理的话，互软弱的坚强，互压抑的有信心，互戆人通达。也求你陪伴阮的骹手，来行出你所要教示的真理。听阮的上帝，阮的祈祷无够额，但阮要用你所教示的学生的祈祷文来祈祷讲。咱即马要三甲来交托启应文，是伫圣经后面启应文第27篇，圣经后面第41页。启应文第27篇，我来启会众来用。耶和华，我对深恩求告你。主耶和华，你若救看罪恶，治罪徛会条。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神在等候。我的心神等候主，比受惊的人等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
伊的确救赎以色列。下面男声合唱团要用诗歌来演出咱的敬拜，因所要吟的诗是美妙主耶稣，美妙主耶稣。感谢男声合唱团用这样水的诗歌来演出咱的敬拜。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的经文是对新约福音新约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17节。伫现代中文译本是171页，台语和日本是123页。
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耶稣阁对因讲：恁心内毋通忧愁烦恼，着信上帝，嘛着信我。伫我的爸的厝内有真侪大的所在，我去是要为恁备办所在。若毋是安尼，我就无讲这个话。我去替恁备办所在以后，要阁转来接恁到我遐去，要互恁甲我同齐住伫一个所在。我要去的所在，迄条路恁是知的。多马对伊讲：主啊，我毋知你要去叨位，哪会知影迄条路呢？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恁既然认捌我，也会认捌我的爸。对答以后，恁认捌伊，而且已经看见伊了。腓力对耶稣讲：主啊，将爸显示互阮，阮就满足。耶稣应讲：腓力，我甲恁做伙遮尔久了，你还无认捌我吗？什么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爸。为什么你还阁讲将爸显示互阮呢？我伫爸的生命内面，爸伫我的生命内面，你敢无信吗？我对恁讲的话，毋是出伫我家己，乃是伫我生命内面的爸亲身伫做伊的工。恁着信我，我伫爸的生命内面，爸伫我的生命内面。若是无信即个话，也着因为我所做的事工来信我。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信我的人也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搁较大个。因为我到爸遐去，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成全。为着要互爸的荣光借着囝显明出来。恁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我一定成全。恁若听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我要对别求，伊就赐恁另外一位为助者，永远甲恁同在。伊就是真理的神。世间人无接受伊，因为因看袂到伊，也无认捌伊。毋过，恁认捌伊，因为伊伫恁的生命内面，常常甲恁相甲伫地。今日咱蔡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腓力灵性消退，腓力灵性消退。请咱用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一个使徒，叫做腓力。咱今日要做伙来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关系灵性消退、灵性消沉的题目。伫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这个时刻要来听你的话，恳求主你安静阮的心，互阮有属天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属天的慧力，互阮伫实践你的话的过程中间无任何阻挡。透过安尼，阮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别人要因为阮来领受祝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有时阵嘛会去拄着生命中间暗淡消沉的时刻，
因为咱的人生总是起起伏伏，有时阵咱会真顺利、真成功，但是有时阵咱嘛会坠落伫迄个意志消沉的时刻。拄着这个时刻，咱应该爱学习安怎脱离这个时刻。特别是我知影最近真侪人因为疫情的缘故，拄着生命的困境。即马全球拢伫疫情的影响下面，经济真无景气。咱人袂当有正常的生活，佮加上有战争，造成真侪无平安，真侪惊吓。有人因为安尼啊，心中感觉真消沉。也可能有一寡人伫家庭顶面、感情顶面面临一寡问题，有一寡人失去亲人、失去朋友，也可能有一寡人面临病痛的折磨，可能也有一寡人伫工作顶面出了一寡危机，甚至嘛有一寡人伫教会中间的服侍，经过一段时间了，总是感觉真野神，工作的能力减少。工作的效率降低，甚至对上帝失去信心。过去咱咧讲，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喜乐。但是，当一个人面对着迄个意志消沉的时刻，加上做代志拢真袂顺利的时阵，加上即件代志，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喜乐，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面临着即款的情形，咱要度过即个难关。是咱今日要面对的功课。咱今日要透过圣经人物腓力，伊甲耶稣的一段对话，来学习安怎脱离灵性的消沉的时刻。咱首先先来看腓力这个人。腓力这个人一出现的时阵吼，伊应该是第一批军队耶稣的门徒。咱看记着圣经约翰福音书第1章，伊就出现。圣经安尼记载讲，耶稣决定去加利利，伊就找着腓力对伊讲来跟对我。腓力是伯赛大的人，所以伊是加利利遐的人。当腓力听见耶稣呼召伊，伊就跟对伊。毋干那安尼，伊马上就找着拿但业，咱过去讲过，就是巴多罗买，就对伊讲，摩西伫律法册顶面所写，甲先知所记载迄一位，阮已经找到啊。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而且伊对耶稣真有信心哦，因为拿但业对伊讲，拿撒勒会出啥物好的？伊马上讲，你来看吧。所以伊对耶稣是真有信心，这是一开始。接续第二遍出现的时阵，是5块饼2尾鱼的新掠。伊伫这个新掠中间。伊嘛是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因为伫众人拄着要食饭食饱这件代志的时阵，耶稣就马上问腓力讲：“咱要对倒落去买饼，互这人食？”为什么耶稣会问腓力？因为迄个代志是，迄个所在是发生伫这伯赛大附近，就是腓力是当地人，所以伊对遐路草较熟，所以耶稣问腓力是真正常的代志。但是腓力安尼回答讲，用200个银仔去来买饼，也无够也，互因逐人食着淡薄。意思说，伊是一个真好算的人，伊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伊心内嘛袂想讲耶稣会惊新掠，这是腓力所以咱看到伊一开始真有信心，到尾啊改成无啥信心。第3遍出现的时阵是伫伊带领希腊人，有一群希腊人，因想要见耶稣，所以因就找腓力，要求伊来介绍。所以腓力就去来安德烈讲，两个人做伙去来耶稣讲，互耶稣去接待这个希腊人。所以伊嘛是一个真够带人来接近耶稣的人。咱今日所读的是伊最后一遍出现，这遍。却是一个真无好的情形因为咱来看这一遍出现，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伊的背景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暗，其实就是耶稣要结束伊对
门徒训练课程的最后一堂课。耶稣这个时阵已经决断要行往各国他去顶十字架，伊知影伊要离开伊的门徒，所以就将上界重要的代志甲门徒讲。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借着我，无人会当到天父遐。恁既然认捌我，也会认捌我的爸。对当恁认捌伊，而且也看见伊。”耶稣讲了遮尔清楚啊，但是腓力迄个时阵毋知是咧拄久啊，是咧想啥物。耶稣讲了遮尔清楚，伊个问耶稣一个问题，讲：“主啊，请将天父显示互阮，阮就满足。”咱会当想象耶稣迄个阵的无奈甲愤怒，已经假是即阵门徒3年的时间，伫即个介要紧的时刻，竟然连一点仔上界基础对耶稣的认捌也无清楚。但是耶稣犹原真有耐性来对因讲：“腓力，我甲恁斗阵遮尔久啊，你敢讲无认捌我吗？啥物人看见我，就是看见天父。为什么你去讲将天父显示互阮呢？我伫天父的生命内底，爸伫我的生命内底，你敢无信吗？”所以伊对伊讲啊清楚耶稣这个时阵虽然是真无奈，但是伊有缘互伊机会，互腓力会当更加认捌伊。亲爱兄弟姊妹，腓力的牛戆伫某一个程度嘛，甲咱差不多啦。咱毋通讲遮尔戆其实咱有时嘛差不多。咱有时对耶稣真久的时间，伫属灵顶面无一定一直伫咧进步，有时阵会倒退呢。特别咱拄着一寡情形，咱的属灵的冷淡，属灵的倒退。所以咱要通过这段经文耶稣甲腓力的对话中间来找出安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首先牧师要甲大家来做伙来看，就是腓力为什么跟对耶稣3冬啊？为什么伫这个要紧的时刻，伊的灵性会遐尼退步？有可能有2个原因，这甲咱有关系第一个原因就是伊惊吓。咱若看这段经文进前的经文，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了，耶稣就讲一句话，讲因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伊。这件代志伫门徒中间引起真大影响，大家拢真惊吓，到底是啥物人要出卖耶稣？可能因为安尼腓力嘛真惊耶稣就要向卖去啊，耶稣要向掠去啊，耶稣要离开因啊。当一个人心中充满惊吓的时阵伊就袂记得爱倚靠上帝。人失去倚靠了，就陷入灵性的冷淡嘛。所以惊吓是一个真可怕的代志。有人讲惊吓是咱生命中间上界大的伤害之一，伊会上界会伤害咱人情绪的代志，伊甚至会毁灭一个人。咱一旦陷入迄个惊吓中间，就袂记得有上帝通好倚靠。咱想要，咱的眼目就转往人、转往环境、转往家己，迄个惊吓就愈来愈扩大。上界可怕的惊吓是无所不在咱任何时刻拢会陷入迄个惊吓，惊吓的结果就是陷入人生的消沉。所以咱台湾讲咱面对一个挑战的时阵，讲惊袂着顶，对无？你面对一个挑战、一个比赛的时阵，你就惊到输一半呀。所以惊吓互咱能力消失啊。咱的信仰嘛，有时会面临这款的困境。魔鬼撒旦常常利用人的惊吓，互咱离开上帝，互咱无信心。这是腓力灵性消退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腓力伊内心开始产生怀疑，因为伫这个关键的时刻腓力的内心开始怀疑伊军队的人耶稣基督。咱看见着拄则所读的，伊第一遍见到耶稣的时阵，伊对耶稣真有信心嘛，甚至伊就马上去
将耶稣介绍给伊的朋友巴多罗买拿单业。伊安尼讲，伊讲摩西伫律法册顶面所写的，甲先知所记载迄一位，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伊对耶稣充满信心，甚至当他但约怀疑的时阵，伊佫讲：“你来看吧，来看你就知。”但是即个事情伊发觉讲：“耶稣要去顶十字架，耶稣要为着众人牺牲。”伊无明白即个道理啦，因为咱看起着即段经文中间的第1节到第4节，耶稣讲：恁心内毋通烦恼，爱信上帝，也爱信我。伫我的爸的厝有真侪大的所在，我去是为着恁准备所在。伊无明白即件代志，伊若讲耶稣要去受死，伊无明白一个真正的弥赛亚是要通过受死，才能拯救全人类。伊心中认为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是要将来要登国王的宝座，要做王的。这甲伊想象的无共款，所以伊对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啊。耶稣毋是要去坐迄个王的宝座，耶稣是要行往各各他去顶十字架，所以伊开始怀疑，怀疑就带来灵性的冷淡。亲爱兄弟姊妹。当咱软弱的时阵，心中出现怀疑的时阵，魔鬼就趁这个空隙来攻击咱。这款消极的观念一旦出现，咱接下来就是咱意志消沉、心灰意冷，然后就是埋怨上帝、离开上帝，陷入更较深的生命的消沉。我常常有听见一寡兄弟姊妹对牧师讲：“牧师啊，我原本的是对上帝真有信心嘛，我用信心宣告，但是我用信心的宣告，但是无一定让照阮所宣告的实现。有时阵反倒当是完全倒变，真正毋知影明白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安怎。啊，这款的怀疑造成安那，咱就无信任上帝，怀疑上帝，离开上帝。安尼恶性循环了，就哪来哪消沉。虽然看起着这两项真要紧的因素，第一项就是惊吓，第二项就是怀疑。伊产生上介大的原因，就是这两项代志会带咱离开上帝，互咱惊吓。咱因为惊吓，因为怀疑、埋怨，互咱离开上帝。一旦离开上帝，所带来的是咱意志完全消沉，完全失去信心。所以咱若拄到这款的情形的时阵，咱一定要警觉啊！咱接下来看耶稣安怎帮助腓力脱离这个灵性的冷淡。耶稣给伊3个药方，咱这3个药方，咱来记掉伫咱心肝中间。第一项，耶稣对伊讲，耶稣讲。恁爱信我，我伫天父的生命内底，天父也伫我的生命内底。若无信这个话，也因为我的工作来信我。耶稣鼓励这个灵性冷淡的腓力爱安怎？爱坚持相信，持续相信。生命中间因为惊吓、因为怀疑所产生的灵性消退。上界好的药方就是继续相信，而且更加相信，相信上帝掌权，相信上帝有美好的安排，相信上帝有伊的时间，用咱的信心来克服惊吓。具体的方法要安怎做？这段经文讲得真清楚。第一项就是爱相信上帝的话嘛。上帝的话唔单单是财物，上帝的话是气力，是生命。有上帝话，咱才会当真实去明白上帝信告伊嘛。咱当明白一个千分人的时阵，你无可能将生命拢交予伊，你无可能信任伊嘛。但是当你甲这个人交陪了，你知影讲这个人是值得咱信任的。咱听伊讲的话，咱看伊所做的代志，咱知影讲这个人会值得咱信用，咱才会相信伊。咱对上帝嘛是相共，咱拢无明白上帝，拢无要听伊的话。咱当然唔知影上帝是会当信靠的人，信靠的上帝。
所以咱爱将咱的目睭注心看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咱对上帝信心的根基。圣经安尼讲，信是对听来，听是对基督的话来。所以这提醒咱爱用正确而且敬虔的态度来研读上帝的话，而且坚信伊。耶稣讲，如果你若无信这个话，也因为我的工作来信我。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咱经历上帝的工作，见证伊的能力，也会因为安尼来相信。咱看见着使徒因面对耶稣三当的中间，耶稣安怎透过伊的能力医病赶鬼，耶稣安怎见证伊是一个怜悯疼痛的上帝。耶稣见证伊的能力超过这世上一切邪恶的权势。所以咱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工，咱就会当深信。所以耶稣免得费力，你还相信耶稣的话，而且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工，因为安尼来坚持相信。如果咱会当持续相信了，接下爱做的啥，就是爱完全顺服。圣经耶稣继续安尼讲，你若听我，就爱遵守我的命令。耶稣爱咱伫任何情况下面，拢遵守伊的命令，拢顺服伊的话。有时阵顺服是真奇妙的体验嘛，顺服就是讲，有时阵咱无明白为什么上帝安尼，但是咱犹原愿意相信，而且照上帝引带安尼行。当然要持续相信，要完全顺服是真困难的代志。所以耶稣应允咱一个真重要的帮助者。咱看第三项就是我可相信。耶稣讲我要祈求天父上帝，伊就赏赐恁另外一个为助者，为助者就是帮助者啦，永远甲恁伫咧，伊就是真理的神，就是圣神。世间人无明白伊，所以无接受伊。但是恁明白伊，因为伊伫恁的生命中间，常常甲恁伫咧。就是咱个别，咱信耶稣基督，咱接受洗礼了，圣神就内住伫咱的心中，真做咱的帮助。咱爱听圣神的话，注意互伊会对咱的提醒。所以持续相信，完全顺服，我靠圣神，这是帮助咱脱离灵性消沉的影响。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咱无明白的代志，但总是，如果咱也相信咱的上帝是一个美好的上帝，完全顺服伊的话，而且我靠伊的神来引带，我相信咱将来一定会得到一个超过咱意外的真实的平安。伫我过去服侍过程中间，我有一个经验。有一遍有一对夫妇伫一个教会姊妹介绍下面来到教会。这对夫妇，这个太太已经怀孕，原本对因是用真快乐的心要迎接新生儿的降临。因连这个囡仔的名拢好好，连买这囡仔的衫拢准备好，要听候这囡仔降生这欢喜的代志，伫因心中原本是充满喜乐。结果囡仔伫要出世之前，才发现讲这囡仔身体顶面有真大的问题。医生过去咧检查的时候，无去注意到。这医生来因换一个医生了，这医生来讲，恐惊这囡仔一出世就会死亡。面对这款的打击这款的问题，因真正毋知要安怎做。教会的姊妹就是因的朋友，就将伊带来教会，请大家为着因来祈祷。我们就为着这件代志，大家迫切祈祷，期待上帝伫因的身上会当动工，有真正的信念会当出现。伫生产迄一天，我陪因做伙夫妻做伙去病院生产。我一直为这囡仔祈祷。我伫祈祷中间，我嘛足期待讲会当出现新的，会当出现奇迹。因
毋茫讲这囡仔出世落来啊，就是健健康康。但是囡仔一出世，个人照医生的判断，出世了马上就死亡。迄个时阵，我的心非常非常失望啊！特别咱知影迄个环境，拄啊伫一个妇产科病院的内底，这所在原本就是真侪父母咧养子新生命来临的所在。虽然有囡仔咧啼哭，但是迄是欢喜的啼哭。父母拢因为安尼来欢喜，因周围嘛有其他的产妇咧生产，大家拢是欢欢喜喜咧接这个新生儿出世。但是这对夫妇却是充满了悲伤。这囡仔出世的日子变做伊个别的日子。我陪这对夫妇作为流目屎来送别这个囡仔，我看迄个护士将迄个囡仔抱出来，我心内实在是无明白，讲上帝为什么这安尼安排？我心中嘛充满了真侪怀疑。我对上帝讲：上帝，你若互这囡仔健健康康，这对夫妇会更较亲信你啊！但是为什么你无要安尼做？就是这个悲伤甲怀疑的时刻，我咧听因祈祷的时阵，我发觉一直有声音咧提醒我：爱相信，爱顺服。上帝意念关过我的意念，所以检查是失望，我也是为着这个家庭来祝福，求上帝带领。当时我嘛慢慢确信，我相信上帝要借着这个事件，互这对夫妇全家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这事件过了后，咱知影悲伤的过程也是会持续，但是教会兄弟姊妹的关怀也是持续，上帝圣神的工也是持续。伫阮咧关心这个对夫妇的过程中间，阮带因来到教会，甲因分享上帝的听。伫过程中，我发现这对夫妇对上帝的认识更较深，对上帝的倚靠也更较深。教会生活帮助因看起生命真实的意义，也明白永远我的愿望。因虽然悲伤送走这个囡仔，但是因也感觉这个囡仔是有福气的。伊无遭受着人生的痛苦，就回转去甲主爱天父的怀抱中间。就伫安尼，因慢慢受到安慰、恢复的过程中间，几冬了后，因阁迎接另外一个新生儿来临。上帝真正安慰伊，伊用原本要号迄个囡仔的名来号这个妹妹的名。伊毋是简单得到一个新生儿，上帝赏赐因生命上界大的祝福，就是因认捌这个各真各活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迄个过程中间，我真正头起毋知影上帝的心意，互我会产生怀疑。但是，伫这三个原则，就是持续相信、完全顺服、我靠圣神的帮助下面，我脱离迄个人生的消沉。亲爱的姊妹，咱人生中间会拄到真侪困境，伫这困境中间，无主要鼓励恁，爱持续相信、完全顺服、我靠圣神。相信上帝要透过咱生命中间所有的境遇，提升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更加丰富。特别互咱体验到咱信靠的真正是一个各真各活的上帝。就亲像腓力同款，腓力捌失败过，耶稣基督捌责备伊，但是伊无因为安尼失去信心，反倒伫主耶稣基督各活了，伊勇敢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伊去过希腊、叙利亚、佛吕加、甲亚细亚一带工作，带领真侪人来信主。咱人看到伊的图，也是讲伊的雕像，拢会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伊骹拢踏一只真大只的蛇，因为根据教会传说，伊到伫即个托尼基的一个古城叫做希拉波里，是这个所在。伊看去百姓吼。真迷信偶像，
来跪拜这个真大只的蛇，所以伊就设法将这个蛇来杀死。也因为安尼吼，互当地的官长真生气，将伊逮捕入监，最后将伊钉十字架，互伊为主宣告。虽然是牺牲，但是伊的性命，因为安尼真侪人因为伊的性命来信主。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规条虽然捌冷淡，虽然捌消退，但是上耶稣基督激励伊，互伊对这个中间来成长。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伫阮人生的过程，咧跟对你的过程中间，阮检查有失志、失望的时刻，但是主你的恩典够也万用。阮恳求主你，甲所有拄着困境、面对难关，而且兄弟姊妹三甲之地，用你的圣神充满阮，阮会当持续相信，完全顺服。我靠圣神的开力，互阮搁一遍享受你的祝福。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三甲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76首，第276首，诗曲我欠命主，咱起立来吟。Amen.
请坐。咱即马准备心来奉献。来祈祷，赏赐阮万美的上帝，今日接纳阮用欢喜甲感谢的心奉献伫你面前的金钱，正做你圣工的路用。阿免。请坐。我即摆要来报告教会的事工。咱同齐来看周报第4页。咱有收到总会的来函，呼吁大家同心为乌克兰战争来祈祷，求上帝掌权、人民医治，也愿上帝的公义甲和平会当彰显伫其中。也鼓励兄弟姊妹，同齐来利用捐款来帮助乌克兰的救助的工作。捐款的方式是记载伫周报第4页内面，会当用划拨然后会当总会开奉献的证明给大家。好，后一个是具体关怀消息。恭喜本会会友唐英红先生及潘妍珍小姐，定伫3月19下晡3点，
伫本会10楼的礼拜堂来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愿上帝来祝福这对新人。本会会友方王清香姐妹，也就是方建伟弟兄的妈妈，伫3月6日安孝主怀，伫3月16上午7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志美一厅举行日夜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也愿上帝安慰慰祝。接下是咱全教会的培灵会，是伫这礼拜六3月19早起9点半到12点，要来举行。主题是基督徒的心志，特别是针对伫即届的疫情以及疫情中间的苦难，咱要安那保持有一个心宽的心志来面对。讲述是黄崇尧院长报名到今仔日为止。假使你若是需要午餐，请交100块到石温会干事，或者是谢莹莹干事迄个所在。一个是中部大道的事工欢迎兄弟姊妹来踊跃参加中部大道的事工成做一个大道者。咱这个准备伫3月20，也就是后主日中昼12点，伫9楼的会议室备办午餐来做一个说明。假使你若是有意愿要来参加，请谢莹莹干事来报名。好，报告以上。即马咱要请咱蔡牧师来做牧养的代祷，以及欢迎来宾。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有彭伟奇甲陈莹婷夫妇伫咱的中间，因是秘书者的家属，叫大家说多谢，大家关心。佮另外一位是彭子敦先生，谢谢。请坐。佮一位是即个潘林渊云先生娘甲龙会因为咱要大家说多谢是进州医师的亲人，感谢教会合作。佮另外是李建峰甲李雪珠2位因是这秀梅这这个新小，因为新小拢来，感谢大家的关心代祷。另外最后一位是沈佩文小姐，现在伫倒？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到的，伫倒位？这有吼，请起立吼。咱请这贵宾等下礼拜结束了，会当到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牧师特别甲大家补充报告吼，这礼拜拜六咱有一个培灵会，咱请王宗尧院长甲咱做伙分享我感觉这是会当对大家灵性有真大帮助的一个培灵会请大家把握时间来报名参加。佮另外伫咱27号。有为着这社会纪念兄弟的一个募款音乐会，咱特别感谢社会牧师甲牧师娘，因长期以来伫咱台湾的宣教的工作，尽因的气力。咱希望讲透过这个音乐会，做伙来募款，来帮助这社会纪念兄弟，会当去做了更较好势，会当帮助更较侪这个。咱会当去到遐做灵修的活动，
所以请大家对于这件事做伙来关心参加，这就是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圣殿中间听你的话，也感谢主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会拄着一寡挑战甲困苦，总是主你的气力教也阮用，你的恩典教也阮用。阮恳求主你持续带领保守看顾。阮中间有人失去亲人，心内忧伤，求你亲自安慰，互阮看见永远我的愿望。阮中间也有人可能拄着病痛，身体艰苦，求主你亲自医治，也兴起教会兄弟姊妹互相带导，彼此关心，互阮领受你的疼，分享你的疼，来得到帮助。阮也恳求主你持续引带保守看顾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互阮会当用阮的生命见证你的恩典甲疼痛，也祝福每一个甲阮接触的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三甲唱所边的诗，圣诗510首，俄罗天顶主宰，俄罗天顶主宰，请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的，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